你亲自除去阮身躯所有一切压力、心灵的压力。主啊，用你家己极大的疼痛怜悯，成就伫阮的身上，互阮离弃手中的歹，互阮专心跟随主你的美好。我的上帝，我的主啊，就到你照顾伫人的身上，阮的动作、存留、气息，拢是出自你的怜悯。所以，阮感谢你，用阮对你所领受的活命，伫你面前所存留的日子，祝阮继续仰望你的疼痛，互阮会通真对上帝你的真理内底来管理你所赏赐互阮的活命。来经营你所赏赐互阮的活命，通叫阮伫即个世界短暂的日子，将来会通进入伫上帝你极大无比的荣光。感谢上帝，你是听阮到遮尔深。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甲阮三角徛起。唯愿阮伫你的面前望恩典得落去，并且日日伫主你的面前求问。主啊，伫礼拜堂内底来求问，伫阮的厝内底来求问，并且找到你的心意，甲你相同行。感谢主，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直到永远无改变。感谢主，今日因带阮进入你的院宇，愿三个做伙伫遮敬拜，愿圣灵亲自来引带阮，互阮伫上帝你的恩典。甲你的引带内面，做阮伫遮这段时间，会当真正是甲主同在，随得无比。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恭喜叶天树、王卡如夫妇的囝儿叶承先满月，今仔日带到上帝的家领受祝福。从拜后有准备绵的蛋糕，甲兄弟分享同乐，愿上帝祝福。第二，4月22至24。牧师同工前往桃园参加总会牧者演习会，请为牧者的学习甲着出入平安带导。第三，4月26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做伙为城市起坛守望。第四，5月12。下晡2点半，伫城安圣教会开拓点举办欢庆母亲节活动，欢迎兄弟将家中用袂到的全新物资奉献提供做活动抽奖的奖品使用。第五，5月19礼拜日下晡2点至5点，伫中英大学体育馆举行2024圣灵降临节台南区全球祈祷会，鼓励兄弟同来为城市守望。要参加的兄弟，请至招待道填写报告。本会目标参与人数是100名。第六，7月初10至12。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开始招募同工，邀请有意愿参与营会服侍的兄弟做伙同工，队谱、祈祷、行政、总务活动，有意愿的请接孟存传道。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而乐，请敬拜团。
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啊，今咱有伫线上的兄弟姊妹，也看袂到，毋过心甲咱做伙，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咱着用着敬虔的心来到主面前侍奉，咱着恭敬伊、敬畏伊，来敬拜伊，请咱起立。这首歌我们用华语来唱：天上地下，万物都要敬拜，万国万邦也在此时此刻。整个宇宙万物都要来向神称谢下拜。天上地下，万物都要敬拜，欢喜跪拜，万口都要颂扬。弟兄来，天上地下，万物都要敬拜，欢喜跪拜，万口都要颂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珍贵！你是何等珍贵之王。我们姐妹先来唱，天上地下，天上。万物都要敬拜，欢喜欢喜跪拜，跪拜，万口都要颂扬。同声说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赞美万王之王，何等荣耀，你是何等荣耀。向我们的君王大大的来拍手感谢他，他用厚恩待我们，他以笑脸帮助我们，他的全能伟大，我们从他的信实里面就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因此，我们来颂扬上帝的恩典和定的道啊，阿门。咱
着欢喜，甲隔壁讲，咱来感谢上帝，欢喜唱歌。咱来感谢上帝，欢喜唱歌。嗨，来路亚来！你被稳定真正大，你的因错，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在最看。咱着所生伊的稳，你的永无存，好在会让咱变正欢喜。欢乐变好气，哎，一条引船，好咱稳定拢无散，归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来，快点！天被稳定真正大，你的错，无论风雨也变情，伊拢在最看。咱着所生伊的稳，你的永存，好在会讲咱变正欢喜。欢乐变好气，阿妹是的。阿妹，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就得开下人生，好天地拢总相交。依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就得开下人生，好天地拢总相交。咱拢来开声来感谢来吟诗而乐，咱大家用声来祈祷，献上咱的感谢在上帝面前，来请。哦，主啊，感谢你，好，感谢你，感谢你，稳定我有机会，感谢你伸出我的气息，也可以当在你面前，你的殿中侍奉敬拜你，主啊，要感谢你。你稳定你错，互我当好脚好手，勇行着来到你圣殿中。上帝，我感谢你，你着会引带，互阮行过路径，拢比着自由，无论是风雨也天晴，你拢甲阮做伙，照着你40日以马内利的上帝，日头没有落空。哦，主啊，感谢你，让阮用欢喜心来过每一件事，就是灾的艰难，拢会变正欢喜，欢乐拢会变福气。哈利路亚！多谢你，信息的引传，互阮在你面前拢无计在有惊吓，开阮的心嘛，开阮的心，互阮的上帝灵，伫阮内面来灌压，互阮的内面的灵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勇敢、坚固来对你行。哈利路亚！天父稳定真正大，哈利路亚！天父稳定真正大，你的引传，无论风雨也变情，你拢会最欢。啦啦啦啦啦，咱着所生伊的稳，你的永无存，好在会讲咱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你着较引传，互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就乐为啥人生，好天地拢总相交欢喜。伊着较引传，互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肝。
天地拢总三种欢喜，天地拢总三种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上帝，我欢喜予你引传，因为你是我的上帝。哈利路亚！我欢喜予你引传，你是大权能的上帝。阿门。所以我要时常来学了你的名，学了你的话语，用常常伫我的嘴唇，我要感谢你。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好我靠也关的主。虽然对着规律攻击我，你的向前我无惊灾害，伊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可，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好我靠也关的主。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你的向前我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可，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好我靠也关的主的。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你的向前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可，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你的向前我不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我可，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胜。哈利路亚！咱们来祈祷，主面前上帝灵的感动咱，为着身体软弱大医的。为着最近做有人互上帝调去，为着咱身体，为着咱心灵，咱伫做面前来开声祈祷，也当为别人代祷，带到上帝面前来。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哈利我来到你的喜欢在前，主啊，就是阮叫上帝你的帮助，你的怜悯，做随时的帮助。阿爸，上我来帝，感谢你，主啊，我要伫遮。用我的心，用我的全心全灵，来学了你，来感谢你，感谢你的听道，感谢你的引传。主啊，互我所面对的日子，主啊，虽然有艰苦，我虽然有受到的攻击，主啊，我有面临的这些我的大牧者，主啊，当我你在甲要我到你天草坡，甲天水边，把我的心灵会当得着你，来得来把守。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
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对着内面，我们来得故上帝的名。哈利路亚！因为安尼，我们来唱得胜的凯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哋仰望你，我哋内心偏好你，我哋内心偏好你。看上帝对我内面的作为，我看上帝伫四周围所为我铺成，所为我坚持的，我感谢你。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说，主啊，我们得着你的圣灵，我们就得着自由了。谢谢主，但是你要为我来做我的保障，做我生命的保障。你是我生命的保障，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盾牌。哈利路亚！我宣告在你面前完全的得胜。哈利路亚！虽然对着规律攻击我，你的向前我不惊太害。你是我的兄弟，是我的沃克，你都在，和我完全相对。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是我的沃克，你都在，和我完全的胜。哈利路亚，拍拍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拍拍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咱就来想，咱信主遮久，几啊十年，几啊十年，有人初来到教会无偌久，总是拢着爱，佮再一摆恢复去想。我什么时阵洗礼归入耶稣名，甲伊同死同过我。迄个日子，我是在某一年的7月12号。哈利路亚！我要来孝念上帝对我听经选，互我当受洗入伊的名，入伊的国度。因着安尼，我要唱快乐日，互我心搁再一摆重新恢复起初爱主的心。阿门。来。前有一日，我心决定，信靠耶稣救我灵魂，伊是心中无限欢喜，我到处传扬救恩。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主身前提，对你笑脸。一定阳光微微美丽，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主身前提。为我想了，我花奉献，全心全灵，要将心我永无间断，你让面前对主天强。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主身前提，对你笑脸无限欢喜，以你阳光微微美丽。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主身前提，耶稣听我爱耶稣，因你带我奔走天路，我真犯罪，被人欺骗，主带领我甲你和好。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主身前提，对你笑脸无限欢喜，以你阳光微微美丽。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孽主身耶稣，耶稣伤我，我伤耶稣，这种快乐无可乱无，当作大分快乐之境，放下一切，仰望耶稣。快乐日，快乐日，我将罪
稣想我，我想耶稣。第4节，我想耶稣想我，我想耶稣，这种快乐不可乱摸，天主动物快乐之源，放下一切，永梦耶稣，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主神前提，最低下面我很欢喜，一定阳光归为美的，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主是快乐的，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主神前提，最低下面我很欢喜，一定阳光归为美的，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主神前提，快乐的，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做世情体，做地下面无限欢喜，一切永远为袂记，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做世情体，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做世情体，在地下面无限欢喜，一切荣光回到袂记，快乐的，快乐的，我将这个做世情体。至圣的主上帝，你会听伫阮的心上，伫阮还做罪人的时阵，你就已经拣选阮，你定意要伫阮的心上成就你荣耀的作为，就是互人对罪孽当中定头生，会当诚侪阳光的器具，互上帝你所路用。你互软弱的诚做勇行，互摆骹的诚做勇行，互病痛的得到恢复健康。想使人伫你面前领受久长的年日，你会听你的信息直到永世代无尽。愿得望上帝你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愿今日来到伫你的殿中，献上阮的敬拜，献上阮的恶乐。祝你互阮一切忧伤伫基督内底来提走，拭去阮一切艰苦的目屎，为阮穿上喜乐的衫，互阮伫你的内面领受更新的能力，永远的活命。伫你的内面，力上加力，运上加运。主啊，遵守阮的日子，互阮伫这个地面上，照你的心意来活来行，来见证上帝你手所人的恩典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要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就一切你的美好。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用使徒圣经同心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
伫对圣神投胎，对在职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日计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各活，后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三通，做得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啊，这咱继续要用上帝话来启应，我启兄做来用，好的时阵咱三个来上读启应文。第16篇，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澎风翻腾，山因为海来中摇出，我咱也无惊吓。其中的水虽然澎下一章，风翻腾，下一页，下一页，结束了吗？上帝伫其中城无摇动，到天一更，上帝要帮赞这个城。恁着歇困，就知影我是上帝。我要伫外邦中受尊重，伫遍地上也要受尊重。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我国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阿们，感谢上帝谢恩，因带咱来到上帝殿中。面时间，请牧师正道。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撒母耳记上咱要来读30章19到20节。咱同齐来读，请。第3日，大比甲军队伊的人到了西吉列，阿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西吉列，用火焚烧，掠了城内的妇女甲其中的大人人口，却无杀一个，拢大走了。大比甲军队伊的人到了迄个城，无想到城已经烧毁，因的某囝儿女拢受掠去。大比甲军队伊的人就放声大哭，一直哭到无气力。大比的2个囝，亚述勒的人阿希乱，甲做过拿拔某的加密人阿比该，也受掠去了。大比真是着急。因为众人为家己的儿女苦恼，讲要用石头钉死伊。大比却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内坚固。大比对阿希米勒的囝祭司阿比亚他讲：“求你将以弗得摕过来。”阿比亚他就将以弗得摕到大比的面前。大比求问耶和华讲：“我对赶敌军，对会着，对袂着呢？”耶和华讲：“你会当对，的确会对着，拢会救得倒转来。”对安尼，大比甲军队伊的600个人来到比索溪，有袂当争气的，就留伫遐。大比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亚线，袂当过比索溪，所以留伫遐呢。这400个人伫田野拄着一个埃及人，就带伊到大比的面前，互伊饼食，互伊水啉，搁互伊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伊食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伊3暝3日无食饼，无啉水。大比问伊讲：“你属啥个？你是倒位仔人？”伊回答讲：“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阿玛力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破病，我的主人就甲我放杀了。
是阮侵夺了基列体的南方，甲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边，又搁用火烧了些吉纳。大兵问伊讲：你肯带阮到敌军遐里毋肯？伊回答讲：你爱按着我指着上帝起誓，无杀我，也无将我交伫我主人的手内，我就带你到敌军遐里。迄个人带大兵落去，既因散伫地上食啉跳舞，因为对非利士地甲犹大地所掠来的财物真济。大兵对黎明直到过日暗暝击杀因，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以外，并无一个逃脱的。亚玛力人所掠去的财物，大兵拢夺回，并救回伊的2个某来。既然亚玛力人所掠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兵拢夺回来，无失落一个。大兵所夺来的牛群、羊群，军队伊个人赶伫原来有的军队头前，讲这是大兵的掠物。咱搁再一届按头来祈祷，至圣的主上帝。人伫你的面前何等的微细，伊的活命充满真侪挑战，但伫你有遐侪的恩典，要互人敬畏你。人有真侪软弱无能为力，但伫你的恩典内面，阮会当倚靠你刚强。亲像诗歌所讲，你是阮的盾牌，是阮的溃烂。主啊，阮伫这个时阵知影，传讲的人的语言有限，所要传达的也受到真大的限制。但圣灵的能力超过这一切，要照着主你家己的心意来按着人讲话，愿你的话语进入阮正人的心、正人的灵，也伫阮的身体内面。成就上帝你的欢喜，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三甲做伙来思考，人生充满危机，但是伫充满危机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处理？第八讲，伫这段面前来处理危机，伫这段面前来处理危机。这是控诉控3 4月初3的时阵这个地动，伫这个花莲。了，你会看到这间店，这叫做玛纳册房，一个听一个看就知影，这是基督徒开的一个册房。听讲伫4月初3的进前1礼拜，伊单只搁进册进60万。但是1万年久的时阵，含原来拢总失落拍下去。另外，这是伫中国内底有一个叫做天水阿妈图，伊伫当中呢，你也看伫一天内底哦，伫上路尾15分钟尔，比如讲，若是1:30吼，这个1:30的时阵这个股市结束。但是伫上路买手的时阵吼，就是1:15的时阵，伊对这是偌济6块吼，6块吼摔落来到偌济呢？一角嘛摔到剩428，吼，原本是6块，摔落来到剩428，怎1分钟内底差不多减10亿。原本这个人吼，伊的好业程度是达到275亿。但是呢，伫迄一天摔落来的时阵真多，毋是水饺股，这要算啥物股？这算土粉仔股，壁纸吼，这叫做壁纸股吼，安尼 OK 了解。所以你会了解，目一年当中哦，啥物拢总无去，所以咱的人生是充满了真侪危机，因为你毋知影啥物时阵会拄到啥物代志。外口的人拄到的代志，基督徒会拄到无？同款会拄到哦。玛纳册房伊嘛是伫当中
地震的时阵会受灾祸。所以咱毋知对倒位，什么时阵会来。我若要讲这个时阵，咱会当讲真济高速公路顶悬汹涌去弄着，有的时阵亲像古早的时阵即个什么所在，基山迄个所在，基南公路，有人就坐伫门口伫遐休困，伫遐休困的时阵一台拖拉机就位直接冲来，加在迄阿伯安尼闪了紧，毋过安怎引导互人弄到爱停起。所以，什么时阵会拄到什么代志，毋知影。总是危机并无定定会发生啦。我安尼甲你讲的时阵，毋是甲你讲你逐工咧惊摇摇摇喘，毋好安尼吼。要讲的是讲危机并无定定发生，但是一定伫咱料想未到的时阵，伊就会出现；料想未到的时阵，伊就会出现。所以，这是咱无法度去控制、无法度去管理的。总是咱爱知影，伊的确会有即款的情形。那么危机内底呢，伊其实嘛毋是拢总毋好。危机伊会产生一寡效果。第一，危机会当是自然也是人为的事件，亲像地震，这就是自然灾害，这咱无法度控制。有的时阵是开车开了无好共弄，这是人为事件。危机会可能会一时的影响到较侪人，较大的人群。了危机有突发性、紧迫性、无确定性，阁有啥威胁性？危机会造成人的紧张甲压力，所以呢，迄一届是咱顶礼拜1、2、3要去花莲台东迄方面，其实去到花莲的上南平面这个所在尔。但是呢，有一寡兄弟姊妹毋干那咱教会，阁有其他教会就敲电话来讲。教区长地震呢，但是通好去也无就开始会烦恼啦这就啥？这就会造成紧张甲压力，想讲就毋通去安尼。但是我就甲伊讲有啦，牧师为着这代志祈祷。上面咱是去到台东，结果到花莲的南平面的尔，所以咱无入去到伫花莲的内面并且迄个已经上界大的地震已经地震过啊嘛，对无？到尾遐就较无所以牧师祈祷祈祷了嘛有平安。无我带7、80个人出门的时阵倒转来，那剩6、7个人，安尼就介麻烦。所以呢，就伫个所在，我甲伊讲有平安，安尼咱当做伙去。所以伊会有一寡危机，有一寡压力。了危机会互人伫迄个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底做出有风险的决策，这决策无一定是对。所以亲像你也看。迄个花莲了，毋是有一个老师吗？为着要救一只猫就搁甲撞入去，结果就伫内底缀无去。牧师要甲各位讲，我知影每一个生命拢有伊的重要性，但是我要甲各位讲的，请你爱珍惜你家己的生命，赢过遐个动物。你爱珍惜你的生命，赢过遐个动物。我要甲你讲就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安尼。就咱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安尼。今仔日我毋是讲迄个狗、牛、猫毋好，我毋是这个意思。你知影伫高速公路开车的时阵然后形容一只狗对头前安尼撞过，你是要打洞还是怎甲伊撞过？交通警察一定甲你讲，你一定要甲撞过，因为你一打洞的时阵，后壁安怎噗。你会怎？你会连锁害死过来的人，但是你着爱安怎？毋通因为一只狗，还是因为啥物货，你要甲撞过。撞过，咱家己可能有危险，无毋对。但是咱无撞过，毋那干那咱危险，和别人着拢总危险。所以有一寡代志，可能咱就是平常时无即款想法。总是因为因为伫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底，爱做出有风险的决策，所以迄个时阵真正咱需要特别基督徒需要恳求上帝圣灵来帮助咱。咱只有法度来面对这代志。大卫伊嘛是面对伊真大的危机，伊所拄到的危机嘛是有可能真侪咱的危机。伫迄个时阵，伫遮你看到一种人，或者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伫圣经内底对头到落尾，伊拢毋是好人。一日敢伫亚玛力人，因为一个特别的就是一世纪伫因是伫旷野，伊若讲这啥
若伫海顶或者海擦啦，若伫陆地顶面或者强度啦，反正就是拢咧抢人的啦。看啥物人比如讲咱兜切已经种要好啊，收成啊，对毋对？已经收成啊了，就安尼切包甲伊用的一包一包伫个所在，了阿玛力人就来啊，就甲这人刣死，就甲切包扛咧走。你若番麦收的时阵已经拢安尼一包一包用迄个啥布袋拢甲伊缀好，阿玛力人就安怎就来啊啦。牛羊饲甲要好的时阵，阿玛力人就来安尼啦，就专门咧做这就对啊啦。所以阿玛力人对头到落尾，伊就是伫这个旷野伫以色列这个旷野这个所在，伫遐呢咧抢劫伫迄个所在，伫遐咧伤害咧伫即块土地伫迄个所在，专门咧做强盗的。所以因伫迄个所在来到伫西吉列，你看到迄个少年人讲啊，因伫迄个所在一世界抢夺人的物件。所以伫遮呢，伫遐大比来到因住伫西吉列这个所在，总是因出去无用其他的代志的时阵，固守城墙的时阵，阿玛力人伫迄个所在来抢因。伫遮呢，咱看见敌人赢过伊。大比所拄到的代志啥？是敌人济。赢过因抢夺因的物件，毁损，并且安怎放火烧城。古早的时阵，因若是要互因若甲这个城甲伊烧掉，安尼，那互伊攻击的人就安怎去顾因迄个厝爱救拍迄个火顶顶。所以呢，伫迄所在，因就用这甲城拢烧掉，财产会互毋那是敢若动产互烧去，互收去。含不动产都原来会无法度顾掉咧，了因所爱互人掠去大比的两个某也加遮个囡仔拢总互掠去，并且因为军队伊的人有600个人，这600个人伫当中，伫遐呢，逐个人大声哀哭，哭到一个程度，心肝艰苦。咱确实知影，这是一个事实。有的时阵，咱敢若一项物件了拍无去的时阵，咱的心情会郁卒过来讲，咱可能咱的悲伤会真正会生发出来，这是事实。总是伫这当中，你来看，大比伊安怎？因为伊做头，所以呢，伊就伫这当中做头的时阵啊，伊就伫遐呢，将伫爱去承受众人对着伊的伫迄个所在，互伊的压力。圣经伫这个所在，历史记载这项代志，讲甚至逐个人安怎摕石头要甲大比甲伊牵互伊死。有的时阵，你做一个家庭，还是伫一个公司，伫任何倒一个所在，你真做是即款的领袖人物的时阵，你一定会承受即个压力。所以，咱做无啥物代志的时候，咱可能会敲电话小组长，敲电话执事，敲电话给牧师。咱伫当中，咱会期待伊替咱找到解决的问题。咱嘛袂当伫迄个所在讲，这你去祈祷上帝，是伊爱去祈祷上帝无毋对。但是咱做一个领袖的时阵，咱爱服侍人，咱爱甲伊的压力承接起来。大比伫迄个所在。嘛，到一个地步，伊是已经无法度承受遐压力啊。所以含大比家己，伊就伫迄个所在真艰苦伊伫迄个所在真艰苦。亲爱兄弟姊妹，天灾人祸无一定定定发生，但是伊有可能会随时来临。我要甲各位报告的一项代志，就是讲，这就是世间。咱毋好想讲，伫即个世界内底，咱拢未拄到任何灾祸困难，共款的生离死别，咱拢会拄到。所以毋好甲即个代志定定的问一句话讲：是安怎哪会我？是安怎哪会安尼？是咱会问。咱嘛需要爱渐渐去承认，这就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一个事实，毋好因为安尼，咱就埋怨上帝过头。人会当对上帝有产生疑问，会当向上帝求问，总是毋好怀疑上帝到放杀信用，安尼咱就会得
咱就得不偿失啊！咱得到的真少，损失确实会真大。咱爱真斟酌来看，咱今日来看，面对危机大部分，咱会安怎处理？咱的直觉是啥物货？咱会讲是安怎会安尼？啊，我要安怎解决？啊，啥物人会当甲我解决？啊，我应该找啥物人来帮忙？这是大部分咱伫迄个所在拄着的时阵会拄着，咱会安尼直觉直接来做危机处理的憔悴。伫即当中30章第60讲，大笔伊心中着急到一个地步，伊毋是袂紧张，伊嘛家己的某囝拢互掠去，伊的财产嘛互夺去，并且安怎样啊？因为众人家己为着家己的儿女伫迄个所在苦恼，用着石头要甲伊钉死。牧师嘛捌拄过即个代志，当一寡代志发生的时阵，有的兄弟姊妹会安尼讲，牧师啊。谁怎卡是我咧？我也无做啥物毋对，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谁怎乃是我咧？我实在讲，我嘛无法度回答你这个问题。有的时阵，我看一寡人，我昨做日的时阵，看到一个囡仔，迄个囡仔吼，出世的时阵，敢若一只手尔，也无骹，倒边的手嘛无。了，因老爸看到这个囡仔的时阵，目睭怎啊电金金啦！一万年过去的时阵因妈妈伫遐一直足艰苦，哭规波啦了，因迄个爸爸看一个目睭电金金咯。了，因爸爸，我毋知影因爸爸要讲啥，但是尾来时候，因爸爸讲一句话啊，哪会遮古锥啦？哎呦，我感觉这个爸爸真正介厉害。了，迄个囡仔渐渐饲。有一届时阵因爸爸你知影7岁8岁教发艺嘛？迄个囡仔因爸爸就甲带去迄啥物带去一个公园。公园遐的时阵两边拢总有水有溪，但是中这个所在遮有做一个栈道，你互人行路用绑钉起来的所在。结果伊就甲迄囡仔甲迄囡仔放伫咧涂骹迄个栈道遐，互迄个囡仔怎啊伫遐安尼练，伫遐安尼练过，伊就甲囡仔放咧，因爸爸就走伊边仔遮，就伊个囡仔讲嗨，Alice，了后迄囡仔听到爸爸咧甲叫，一直听，但是伊练袂过，你知无？伊就用咱囡仔就用安尼骹床刀咧刷咧安尼，就挖过，个看，个刷咧，啥？安尼一直过过。亲爱兄弟姊妹，拄到即个代志的时阵，咱会当有真济的想法。但是即个爸爸伫迄个所在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有意思。伊讲上帝互阮一个新热的礼物。God give us a wonderful gift。上帝互阮一个非常奇妙的礼物。你安怎想代志，伊就会变做安怎样？迄个查某囡仔细汉安尼一粒籽了你会当看到伊的笑容迄个笑面笑甲安尼啊！因爸爸讲伊逐工拢无会互因查某囝看到伊无欢喜的面。你感觉这就是上帝赏赐的一个 wonderful gift， 一个真奇妙的礼物。代表伊看到伊所引出的百姓，伊的心肝嘛着急艰苦。有的时阵，咱其实嘛是对上帝有信心，但是当你厝边隔壁，还是你身边的人讲，牧师你要安怎做？你看安尼，你要紧想办法。你做查甫人，你算免较紧的哟。无咱即嘛，咱会拄着真济奇奇怪怪的期待。代表伊的心肝着急，伊的着急毋是家己的着急，伊的着急是因为外口的环境会改变，所以伊的心肝着急。但是伊面对这的时阵呢，有一个代志是啥话？代表佫有另外一个介重要，咱来读这段话来请
大必却瓦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来坚固。哎，咱即马甲咱的兄弟姊妹讲，咱爱瓦靠耶和华，咱的上帝心来坚固。来，甲伊讲一个，咱爱瓦靠耶和华，咱的上帝心来坚固。这就是大必伊面对危机的时阵，伊怎样憔悴？伊伫迄个所在来到伫遐呢，来甲人讲，你去这个神地祭司迄个所在遐，将以弗得，以弗得是一领油麻衫，迄是祭司咧侍奉的时阵爱穿的衫。了透过这个媒介，是表明一个记号，毋是这领衫有啥物特别的功用哦，毋是哦，请你莫安尼想，是透过这领衫。我要伫迄个所在看到上帝见证甲同在，就亲像基督徒有诶时阵会安怎挂一个十字架伫个胸坎仔头前。但是请你注意，毋是迄个十字架有啥物路用，毋是，是即个人透过即个遮的，我来看到即领衫背后的迄一位上帝。我借着一个看会到的面，我会当去看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有时阵，咱的人生嘛是安尼，你感觉有无？咱虽然讲哦，当然是上帝甲咱帮衬，上帝甲咱照顾，但是有的时阵，你会拄到一款情景，我家己本身也是安尼。兄弟姊妹，有的时阵家庭内底遭逢巨大的变化，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忽然间亲人内底中风离世，等等这代志。但是当咱去到伫迄个所在，咱带着兄弟姊妹同齐去甲伊关心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时阵心情会放落来，因为伊知影伊无孤单。亲爱兄弟姊妹是看到即个人，知影伊背后有一位上帝。咱今仔日也是安尼，你有的时阵，你会伫你的册内底放一张书签嘛，对无？但是咧，有一天的时候，看到迄个书签，才看到迄个书签的顶面写着讲：爱瓦靠耶和华，毋通瓦靠家己的聪明。咧，忽然间受着提醒，迄拢是看到迄个物件，受到背后迄一位上帝。所以，伊将着伊有得提到伊的面前，代表伊着求问耶和华。伊求问耶和华，伊毋是大声去找人来讲，孙姐你甲我斗相共，江伟英你甲我斗相共咧，这是。但是代笔所做的顺序，咱爱斟酌，伊是大声求问耶和华上帝。问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伊伫遐尼讲，甲上帝讲：主啊，我对赶敢捉会到。耶和华讲：你会当捉，并且捉会到。啊，个那隆重的救倒转来。所以斟酌，注意求问了后的时阵，伊会听到上帝对伊讲的声。你若还未听到，你就毋通行动。一直到你心中有平安的时阵，咱才采取行动。了后，你会伫迄个所在知影，上帝啊，咱上帝是安怎爱咱求问伊。当咱若无求问伊的时阵，咱就会将所有的代志当作自然发生的。咱会感觉讲这本来就安尼。但是上帝互咱爱求问伊，咱就会知影咱所信的上帝是啥，咱到底咧信什么货。并且通过这个过程，咱会当真正心内底明白，并且深深经历这位上帝。迄个时阵，上帝会甲我讲：你去找小英这斗相共，你去找江伟兄斗相共。亲爱兄弟姊妹，这个顺序是无共款的。我若是去求，无祈祷，我就去求小英这帮衬。毋是属因这无爱甲我斗相共，伊讲无事歹势，迄一天我拄好要转去台东。了后我去找小英我去找江伟英讲歹势江伟英甲讲迄一天我真正无法度，有一寡足重要的代志，阮请毋是对我生日对无吼？所以你都无法度，毋是无甲你斗相共，是安怎？身不由己啊！但是当咱祈祷了的时阵上帝讲：你去找小英这，甲你斗相共。我第一个时阵就想讲，我会记你小英这迄一天介成讲，伊要转去呢，伊要转去台东呢。但是上帝讲：你去找小英这斗相共。我就讲：小英这4月21，你敢有闲？我听讲你介成要转去
我会记你要转去台东哦。伊讲牧师，我跟你讲，原本是要转去，但是尾仔的时阵，阮先生讲礼拜才转去就好。你去找工友兄，因为因请毋生日，我会记你迄是因请毋生日无毋对，但是甲我讲一个牧师啊，无，阮昨已经庆祝了啊。你知影迄个顺序无？牧师要甲你讲的是迄个顺序，无毋对。终期落尾，这两个人拢真做你的帮衬，但是迄个顺序会无共款。当我哭哭撞去撞这两个人的时候，我知影因真疼惜我，要甲我斗相共。但是因有的时阵会身不由己，因无法度。但是当我祈祷的时候，我感觉因无啥会当可能帮助我斗相共我。但是上帝讲，我甲你讲的的确无失角差，绝对无差错，你就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过程是咧训练咱，互咱对上帝话语更加敏感。互咱对上帝的信心更加成熟，所以经过这个困难的时阵，你会当伫个所在遐看，上帝照着咱所求的，互咱当然会因为安尼欢喜。但是上帝若无稳准咱呢，咱嘛是毋是也会当知影，上帝咱所怀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要互咱将来有一个好的结局。迄个好的结局。迄个好的结局，毋是我感觉好，是上帝知影这个对我真正好。少年的时阵我家己去咧做送会，了后阮送会迄个会计又熟悉一个导演或者徐进良。了后有一天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伊阵因为我抑个人抑个少年17、18岁，伊就甲我讲一个代志，伊讲，所以因拢甲我叫细汉的，伊就讲细汉的，我咧会计甲我讲细汉的，我看你伫遮发展你结果后盖你就做头家尔。毋过我看你翁仔头佫生了袂歹，我有熟悉一个这徐进良导演，你敢有想要往演艺界发展？我迄个时阵心肝其实嘛有切一下。尾我想的这演艺界听讲我真花里胡鸟啦所以尾手我就无去。伊连续甲我问过3届了后，结果我嘛是无去啦。无去。尾手的时阵我甲去读神学院嘛。24岁的时阵伫要24开始读，读到尾28岁，有一届阮一个军中的朋友。伊敲电话来讲，了你生你即摆咧创啥？我就甲伊讲，我即摆咧读神学院。伊讲啥？这神学院？我就讲后盖要做牧师。伊就讲洋花香啦，西洋的花香，对。安尼我讲，伊就甲我问讲你即摆一个月日是偌济？我就甲伊讲8000。伊讲这8000一个人8000我讲毋是，我含阮未婚妻，我几阵结婚还是结婚了，抑未，我拢袂记得，抑未结婚了嘛？结婚了好。你看我这正在迈向老年痴呆的路程上，对。所以伊就伫个所在伊讲安尼伊讲无，我就甲伊讲毋是，阮是2个人8000，一个人4000。伊讲安尼来，你来，伊伫迄个古早伫个三义咧开个木雕馆有三义迄种木雕陆客来足济。伊就甲我讲你来，我3间店面互你换，一个月日3万块。3间店面一个月日3万块，我甲伊讲爱做啥？了伊就甲我讲这个店面3万块呢，你就只要负责含人客开讲甲伊介绍产品安尼就好3间店面互你做店长。迄是阮军中的师傅啦，我的业务是对伊接落来，伊甲伊的业务交代互我。我心肝嘛搁切一下，我就去牧师娘讲，我甲伊讲阮迄个做兵的伴安尼讲，你感觉呢？牧师娘甲应一句话，想都不用想，不必，所以不必，所以不必想，就没有想的，但是心肝嘛是抑个切一下，8000块甲3万块呢，差介济，所以。尾手时间安尼经过，
我当搁再倒转来想这代志的时阵，我想讲，我若去行演艺界，我今仔日就绝对毋是安尼尔，绝对毋是安尼尔，可能死了真歹看，绝对毋是安尼尔，可能死了真歹看。了，阮迄个做兵的同伴哦，伊原本哦有差不多11-2间店，伫迄个32迄条街啊老街遐，但是尾啊旅客毋是拢总无来啊嘛。即马32迄条街啊老街你去甲看，剩无几间店，迄个木雕的迄个店吼，关甲我看超无剩无3间，真正剩无3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要讲的啥？好的结局是啥？是上帝看做好的，毋是咱认为好的。上帝知影迄个本质的好，我讲的是迄个本质的好，毋是我感觉好哦。所以这是咱会当伫其中学习的。祈祷毋是甲上帝指定答案，祈祷乃是咱甲上帝恳求讲：上帝啊，你的答案是啥物货？为着要互咱会当得到啥？伊的同在，这才是大笔求问的。即届虽然上帝甲伊讲，甲大笔讲，你会当去入，并且拢入会倒转来，但是斟酌注意一项代志啊，有一寡代志毋是安尼。上帝若讲无爱咧，讲毋好咧，咱嘛的确着爱顺服伫其中。但是伫即所在，咱看见，当大笔得到上帝的话，伊毋是敢若听讲上帝讲好。伊爱安怎？伊爱带着这600个人呢？因已经拢安非常的野善啊呢。但是爱去带着这600个人安怎？同齐去烧战。上帝伫迄个所在甲伊讲：贵人吼有无奈啦？毋是出伫人的帮衬，因为咱无一定会找到伊，这是一个好机会。无一定伊会帮衬，有法度帮衬咱，这是能力的问题。伊无一定会想讲要帮衬你，这是意愿的问题。所以。咱对人帮衬，咱对人超侪帮衬，其实伊原来受到啥真济的限制。但是咱的上帝是啥？随时随地伫咱的身边，并且伊对咱所怀意念是好的意念。是你找到迄个人帮衬你，还是上帝差遣迄个人来帮衬你呢？这点真重要。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毋是我去找到迄个人帮衬我，是上帝差遣我去找迄个人帮衬我。安尼，这个代志就会成。大笔所到伫芦苇手伊的时阵，伊安怎讲？我要五山野目，我的帮衬对倒来，我的帮衬是对造天地的耶和华遐尼所来的。人会超吹遐有能力、有权势的人，认为感觉伊较有能力，但是上帝当用迄个毋正目。不上目的人来帮助咱，因为上帝要互人认捌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上帝。世界有一本字典非常的出名，叫做维氏的字典。伊讲危机是啥物货？危机是一项代志的转机，也是好甲歹的分水岭。危机是决定性的一刻，甲关键性的一刻。伫迄个时阵，你采决做决定的时阵，伊会变安尼，变安尼。但是大笔伊来到这个情景的时阵，安怎？伊已经安怎凄惨到底啊啦！搁较歹就是啥？伊互人用石头钉死啊！啊那用要用石头钉死，倒不如安怎？战死山场嘛，还阁留一个好命。并何况阁有上帝甲伊同在呢？安尼是安怎？咱这个时阵无爱甲心肝掠瘫痪好来信靠上帝，完全信靠上帝。亲爱兄弟姊妹，信靠上帝爱到有这个决心，爱到有这个决心。所以伫这款决心的下面，亚玛力伊就一个所在去。亚玛力人所掠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笔拢夺倒转来，无失落一个。大笔所夺转来，这牛群、羊群、军队伊的人赶伫啥？原来有的这羊群的头前。伫这当中，请你斟酌注意这个代志。咱咧超找人。靠这个大帮衬，但是咱斟酌看，大笔将其芦苇有法度去到亚玛力人的军队迄个所在，和遐个人相战，并且留落伊拢总带600个人，但是200个人安怎伤过忝啊？因怎
规个骹无力啊，因为拄啊甲参加一场战争战倒来尔，即马敢若剩400个人。因伫即个时阵要去烧钱的时阵，也阁毋知影阿玛力人走去倒位。但是上帝安怎差遣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佫是一个啥外邦人，是埃及人。3暝3日安怎无地食？了后安怎样？伫个所在，互伊的主人，伊原本嘛是伫埃及，就是阿玛力人去抢埃及人的时阵。甲即个少年人抢来，当然当作奴隶，当作奴才咧，甲伊扯险的。红扯险就已经介艰苦啊，介可怜啊，佮无想到安怎，佮得病啦。得病的时阵，含伊主人都无爱，甲伊等掉，袂输咧等一只狗安尼啊，变做流浪。人是流浪狗，伊是啥呐？伊是流浪人呐。啊，即个安怎？这个主人就是甲伊放掉，互伊自生自灭。亲爱兄弟姊妹，通过这样代志，上帝咧甲咱讲啥？上帝咧甲咱讲啥？有的时阵，咱检查嘛是亲像这个少年人，大笔伊的境遇虽然歹，但是有一个少年人比伊的境遇搁较歹。大笔也阁有600个人跟对伊，这个少年人是啥？是伊含要军队的人都拢总无。伊互伊的主人甲伊放杀，伊的主人无留啥物物件互伊，伊的主人拍算伊生死随在伊，要时阵拄好。伊含一只狗都抑阁较毋值，伊就干那当伫个所在。等死啊！但是上帝差遣大笔，互伊拄着伊，伊拄着伊，伊看着伊，伊互伊物件食。伫迄个烧钱已经拢总无啥有的时刻，互伊葡萄饼，互伊无花果饼。了，伫迄个所在讲，你带阮到伫敌人的军营迄个所在去。你甲伊讲安尼，你也甲我讲哦，你会知道你是上帝救抓哦。你毋通我甲你讲，你到尾又搁甲我出卖。人甲人当中，伫苦难的日子，迄个忠信、诚实对咱来讲，也搁较重要。有的时阵，咱人生当中行过苦难，咱就变做好朋友。你虽然亲像大笔遮可怜，但是有人比你搁较可怜。但是虽然咱遮尔可怜，上帝嘛会当借着可怜的人来救赎咱。安尼有人比迄个埃及的少年人更较可怜无？一定也有诶。你会发现一个情景，好野善到落尾是安怎比较出来。但是咱爱做这样代志，是相信上帝对咱有美好的计划甲引带，这是重点。所以到伫当中，这代志大笔买手的时阵，伊就去，是这个少年人引带伊去到阿玛力人的军营。你注意斟酌上路尾讲啥？伊到伫路尾，无阿玛力人所掠去，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笔拢甲夺回倒转来。无拍家老一个，大笔所夺倒转来牛群、羊群，军队第一人赶伫啥？原来有诶，安尼表示啥？第一，无失落原本诶，甲全部诶拢安怎？原本诶了以外，阁有啥？阁有抢夺倒转来。伊比原来较济啊，较少？较济。亲爱兄弟姊妹，人生的苦难应该互咱比原来阁较济。人生的苦难应该互咱比原来阁较济。你敢听我即句话意思？苦难应该互咱更较认捌上帝的作为，苦难应该互咱会当更较认捌咱家己的软弱，苦难应该互咱知影是上帝咧管理所有一切代志，苦难应该知影上帝当兴起上界微细的人来帮助咱，苦难应该会当互咱知影，原来
毋是靠着咱家己，咱需要有彼此。这是苦难要互咱得到的，毋是消除危机，若是消除危机，我犹原共款，亲像昨安尼，我无比以前更较进步，我犹原是软弱的。咱是赢过危机，所以我就安怎变做有能力。我面对这个危机，我想办法去解决危机。我来到上帝面前，敲找上帝能力的帮助，经历上帝降生，我就法度知影，原来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咱唱诗歌讲：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咱吟唱这个诗歌的时阵，才有法度唱出伊内底真正所包含的滋味。虽然强者夺去我所有，我伫主上帝面前谦卑来求问。上帝的指明，伊的心意，互见效成做恩典的水流。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的主。你伫患难的日子，你若是惊吓，你的力量就愈来愈小。但诗篇安尼甲咱讲，伫患难的日子，我超找主；伫暗暝，我用那幽怨野手祈祷。我要伫患难的日子求告我的上帝，上帝，因为你一定会应允我。上帝讲：你伫患难的日子求告我的名，我要搭救你，并且安怎？你也爱荣耀我的名，将荣光、将感谢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并且咱会去经历咱信仰的实在。这有一个作者伊讲：伫921大地动了，我做了人生上界大的决定。伊讲伊爱知影伊要怎样活。伫0403地动了，伊甲伊原本有的4张信用卡刷掉3张，剩1张。伊讲我坚定我要爱的生活，无搁再为着这个世界痴迷，我乃是要活出上帝对我的命定。互我活的就是基督，我离开世间，犹原对我有益处。这本册叫做凡事拢借着基督。伊讲伫基督中，毋是干那超找上帝对咱的帮助，更较重要是超找上帝用伊的心意向咱显明。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祈祷，咱才有赢过受敌的权柄。这本册内底甲咱讲，凡事拢借着祈祷来。面对危机，咱爱倚靠上帝，上帝会互咱坚固勇健。上帝会当用上界卑微、上界唔上目的人、代志甲物件，令眼前看起来袂输是咱的亏损，但是上帝会当互伊成做咱的荣光。迄个埃及的少年人，即个大笔甲伊的600个人，甚至到落尾，敢若剩400个人、200个人无法度去烧战，但是上帝犹原会当录用这小看的人，赢过遐强盗，赢过遐大庞的亚玛力人，并且将所有的物件夺倒转来。亲爱兄弟姊妹，你所拥有的，上帝会当为你持守。前提是咱是不是愿可以倚靠主来行？守条伫这段前的求问，是你人生，是你属灵征战，一定爱准备好的条件。所以，互咱继续持续，阁有半个月，咱有高强度的属灵间接性训练，请咱会通继续殷勤读圣经。明白超找上帝的心意。第二，殷勤祈祷，用方言祈祷，用悟性祈祷。第三，为着咱信也未信主的兄弟姊妹，为因祈祷。咱的亲情朋友，我常常甲牧师带一个小组，这菜市仔小组。我甲伊讲，菜市仔小组内底有3个主要的目标宗旨。第一，全家信主；第二，全家服侍上帝；
第三，爱诚做正人的祝福。虽然咱微细，虽然社会地位对人来讲，无一定人会感觉咱甲伊比拼，总是咱伫上帝眼中是上帝后生查某囝，所以咱是倚靠上帝来行。咱一定会当伫这三个事上，全家信主，全家侍奉耶和华，互咱诚侪正人的祝福。上帝当透过至微细的人，成就上界伟大的代志。三甲阿头来祈祷，主上帝，阮的人生会拄着真侪遮阮料想袂到的代志。但你甲阮讲，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盾牌，是阮的溃力。你的同在，互阮完全来得胜。所以恳求亲爱的圣灵，伫阮的心上帮助阮，互阮全然倚靠你，互阮甲你相同行，互阮伫上帝你的引带内面，阮经历你的信息，享受你的同在。阮也要因为安尼，阮有实在的经历。会当让人见证耶和华上帝是阮的倚靠，倚靠你的人大有荣光。感谢主，继续引带阮，互阮定定伫这段的面前，甲上帝自执；伫这段的面前，求问上帝；伫这段的面前，得到能力、权柄甲稳定。同心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时要三甲做伙来介绍一位咱亲爱的新朋友。咱感谢主今仔日有周俊清兄俊清兄甲陈新珠。富光复的富好来歹势来，周福清啦光复的福，周福清兄弟甲郑新珠因 OK， 所以来，咱欢迎因父来到咱当中，谢谢，感谢主，谢谢，请坐。搁再来有张素兰姊妹来，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好，咱就通三甲做伙伫上帝殿中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为愿咱伫主的面前继续行正面的道路，互上帝的心也成就咱内面。只是咱要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照到上帝的恩典甲疼痛，就亲像大笔，因为伊对上帝的信心。不但伊固守着原来所有的，并且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是超过伊原来所有的。为愿咱伫做面前，毋好感觉咱失去。当咱倚靠主上帝的时阵，咱失去的佫摕倒转来，并且会比原来有的佫较济。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阳光，阁是予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威胁攻击我，伫你胸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阳光，
搁是予我头也管的主。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伫你行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的。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伫你行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愿迄一位予人得胜的主上帝，伫你艰难的日子，亲自照伊所应允的陪伴伫你的身边，互你受圣灵的引带，通举起圣洁的手，求告伊的名，互伊伫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成做你的力量、你的絆脚、你的倚靠、你的气力，通互你伫这个日子内面倚靠主。对软弱中刚强起来，互你亲自经历大权能主上帝的同在，并伫一生的日子见证伊的名，荣光伊的名，直到见伊的日子，甲伊同入伊永远的荣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台语堂的主日崇拜就到伫遮，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